平安。意思而且这是摩西的祈祷，伊出埃及记32章第32讲，当你若要下面的课，若无咧，伫今仔日开始，咱拢总要有4个礼拜，要讲就是祈祷，徛伫半徛的所在，什么叫做祈祷？就是徛伫半徛的所在。祈祷也是咱甲上帝，咱对上帝的回应。圣经是咱甲上帝，即摆咱用祈祷来回应咱的主，所以这是足基本的称做一个根本主耶稣的啦。所以今仔日是第一讲，来希望通过这么实际，会当互咱超人祈祷，会当互咱超人祈祷，也完现行其实最当对这个重担我感觉这个信息都歹讲，因为伊毋是用讲的，伊是爱用做的所以伫这个重担，希望咱兄弟姊妹会当伫所有的信息的中间，确实伫这个内面来学习，要安怎成做一个祈祷的人，徛伫半徛的中间。你开始若要成做一个祈祷的人，就是徛伫迄个需要的内面，徛伫迄个半徛的中间。咱今仔日所看的圣经内底，就是讲到摩西，摩西伫伊到山顶。到伫上帝来颁布话，然后愈来到下面，来讲啥，伊愈来了后，伊出来伫第19章伊所有的百姓伫咧山骹，然后摩西就伫遐来讲耶和华上帝，我讲啥物款的话，然後遐个百姓伫遐就甲耶和華上帝立約，然後遐个百姓佫講一句話，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因當心伫遐回應講，既然耶和華所講的，阮攏要遵行。既然耶和華所講的，阮攏要遵行。這就是以色列百姓伫迄個遐的時陣咧回應，然後摩西伊就佫一遍，去到山頂，然後伫迄個山頂的中間，咱看到摩西伫遐甲上帝面對面。然後約書亞記的面伫遐咧等待，佫有70個長老伫遐啉食，伫厝的上帝的面前伫遐啉食。伫迄個中間，因也伫遐甲上帝來立約。所以伫這個內面，咱看到講上帝是甲伊的百姓來立約的，然後百姓伊也回應，迄個時陣就是10條誡來講，應着安怎安怎，毋通安怎安怎。伊講好，耶和華上帝所講的話，阮攏要遵。尾後，摩西佫一遍去到山頂，即遍去到山頂的中間，伊遐有40日。伫迄個40日的中間，上帝就是伫迄所有的用鏡頭是耶和華上帝將迄個規模，然後將來要安怎做，迄個每一個人出世然後佫有一個，佫有石碑，佫有一個石板伫迄個中間。摩西伫雲頂40日。兄弟姊妹，40日久1個月，所有的百姓伫山骹，然後亞倫甲烏米，伊攏伫遐。迄個時陣發生啥物代志？金牛仔的代志對無？還佫會記無？遮百姓就開始伫遐講，迄個摩西，迄個人，帶阮出來的迄個人，安尼去山頂遐久，伊就甲亞倫講。若是安尼，你就愛安怎？你愛甲阮做一個愛，這是做一個牛啊，然後講，迄就是帶阮出來的。那你因為因哪會去做牛啊？就是因為埃及的時陣，埃及人所敬拜的就是牛
的。所以摩西已经40天伫山顶吼，伊看袂到，所以看袂到的时阵，因这个是就感受着讲，耶和华上帝无甲阮做伙。咱弟兄们，耶和华上帝有甲你做伙无？有啊，总是因伫迄个中间讲求讲来，你来阮做这个上帝。所以阿伦就听这个过时的话，伫迄个中间做一只牛仔出来，用伊的鱼钩啦，用伊的手环啦，等遮的物件，伊嘛起来就做一只牛仔。伫诗篇126篇的19、20这个中间有写，我读来听，这家己的圣经吼。伊讲因伫高丽山做这个牛仔吼，用食草的来代替。因伫高丽山做牛仔，甲拜日所住的上，安尼将因的油灯换做食草的牛仔上，为得伫救因的上帝。捌行大的代志伫埃及的，行奇事伫含的地，行通行的事伫红海。兄弟姊妹，伫诗篇196篇的中间讲，这个以色列百姓伊伫好咧山伫遐咧做牛仔，然后下伫遐用这个食草的牛仔上来代替上帝。代替这个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？是带因来出埃及的哦，带因来出埃及，然后是伫红海的中间带因来经过红海，拢袂去。这么通听有的代志，遮的百姓拢总袂去，然后40天就袂记了，袂记了，伫遐开始敬拜其他的。当摩西来时，伊足受气的，伊足受气了后，伫迄个中间，耶和华上帝。以后来讲，你较紧落去，你较紧落去，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对埃及地带因出来的，已经伫遐败坏咯。因吼已经足紧的，就偏离伊迄个路咯，偏离我要带伊的路，我反对伊的路，因为着家己来做一只牛仔，我要甲伊大生气。然后我伫遐甲摩西来叫着讲你记落，结果摩西落来的时阵。伊足受气的，这规个意思咱拢知影。伊对只牛仔来讲话，然后来演做滚，下水叫伊啉，然后伫迄个中间，然后我上就讲，这个百姓，这个百姓，我实在足受气。我要来因安怎？来因灭掉，我要来因灭掉，然后就无因用你诚做大国。用啥物人诚做大国？用摩西来诚做大国呢？哇！这个时阵，咱看摩西，伊伫遐安怎甲耶和华上帝来过？伊讲你为什么对你的百姓伫遐来受气？耶和华啊，你啥事大受气你的百姓？耶和华上帝讲：你紧去，你的百姓。结果伊伫遮来讲，你是安怎为着你的百姓伫遐咧大受气咧？遮的百姓是你用大quyền力、大权力的手对埃及地带出来的。你啥事，互埃及人咧有话好通讲？你啥事咧，互埃及人有话好通讲？你来讲，你带因出来，然后是要害死因，要害死因伫这个山顶，要对地上来负的因。兄弟姊妹，咱伫遮看到摩西有意会啊，上帝讲，这个你带出来百姓，结果伊伫遐讲。主啊，这个百姓是你的呢，是你传出来的啦。啊，你哪会互埃及人讲哦？因所敬拜迄个上帝传出来是要来安怎？是要害伊，然后要来屠灭的。摩西的意念了后，伊讲求你体谅，求你回心转意，求你体谅你的老母阿伯拉罕、以色列。你目子家己对因来手抓讲，我要互恁的父辈亲像天顶的星遐水。兄弟姊妹，
摩西伫遮用耶和华上帝对着因的列祖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伊所讲的，我要互恁的后裔亲像天顶的星较济。结果上帝甲你即摆咧对你好不容易，安尼千辛万苦对埃及带出来百姓，你竟然咧遭连因啊！因为伊的犯罪，你就要为你就要为自己唔好啦，唔通互我车做大国。你爱互所有你所竞选的百姓，互因成做大国，因为这是你的心意啊！你早早是毋是已经对阿伯拉罕讲过啊？讲祝福恁的，你嘛要祝福因，你要享受互伊的后裔成做大国。啊，弟兄妹，无顾量家己，照着上帝的心意用智慧来祈祷的，这就是一个大道者需要的要件。当咱咧祈祷的时，当咱咧想做一个大道者的时，无顾量家己啊。摩西由我上帝来讲，遮个人拢过来啊，敢若互你的后裔会当留咧？伊讲毋好，伊无顾量家己。然后用对伊讲，上帝啊，你的意思。你的意思是安怎？要互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伊的后裔拢总会当亲像天顶的星仔尔济，求你带领，求你带领，唔通互埃及人安尼来来笑。所以伫这个中间，咱看到无带领家己，无顾量家己，然后用上帝伊的心意，用智慧来去。过来，伊落来的时阵。受气了后，伊也对伊所领的迄个石板，摩西伊就甲摔破。伊讲：今若上耶和华的拢来到我遮，伫迄个中间，伊人来到遐，伫迄个中间咱看来到遐的时阵伊安怎？伊讲妈，你爱插落，然后清气，对遐的按摩上帝，伊来清气。所以，因别人就插倒啊，伫大腿内底，伫迄领中行来行去。对这个门当迄个门，别人开始因的兄弟，甲因的同伴，因的厝边，利未人照摩西的话行，迄日百姓的中，死的人约有3000人。然后摩西伫遐讲，恁献家己互耶和华，别人攻击伊的囝，伊的兄弟，今仔日得着以恕互恁。伫这个中间，咱看到摩西，伊求了后，伊伫遐以后一个性别分别做成，就是讲遮个爱慕上帝，然后恁来我度耶和华，既然上耶和华来拢来遮，伫迄个中间有一个分别做成。伫迄个中间，利未人来照摩西所讲的，伫遐来行，伫遮行无好的代志，伫遐有一个分别做成。所以咱看到祈祷、大祷的人要分别做成，因为只有分别做成，才会当听到伫圣洁的上帝的面前伫遐来大祷。所以迄个无圣洁的代志，爱处理了，就是遐的犯罪、拜偶像的，呼召百姓爱分别做成，就是自洁、清洁家己。咱会家己讲分别做成，分别做成了后咧。了后开始，摩西就来到上帝面前，讲：若要安尼，若毋是安尼，讲遮百姓，摩西讲，遮百姓耶和华，遮百姓犯罪，犯了啥物犯罪？因为着家己来做金的上帝，把你若要赦免因的罪，其实摩西讲遮个话，伊毋知影上帝到底要赦免无，毋过伊。就是讲，主啊，你若肯赦免因的罪，可能就赦免了。总是我毋知你袂啊。若无，我紧求你将你所写一切的顶面，就是迄个生命册的顶面，将我的名甲擦掉。求你对你所写一切擦去我的名。意思是啥物？意思是讲。主啊，求你赦免你的百姓，虽然因犯罪，总是你若确实也都毋煞你的受气，若无你互我的名对迄个生命册来除掉，安尼会检查互主你会当来代替，互我来代替，互我
卖过有这个生命，无过伫这个生命这个里面，兄弟姊妹，这款的祈祷是听甲承担。有一个老母甲我讲，伊的囝儿挂病，好重病。这个老母伫上帝面前祈祷，讲主啊，若无你，互我的生命安怎代替伊的生命？这就是一个大道者。兄弟姊妹，毋但是对咱的至亲啊，对伫咱所行的这个土地，咱的祈祷嘛是会当安尼啊。主啊，求你来赦免阮这个土地伫你的面前所犯的犯罪，然后求你将阮的命夺去。兄弟姊妹，这款的祈祷，特别上帝就要伫迄个中间看见祈祷的人会听甲担当。上帝咧操作就是这款嘛，一个人就好，伫主的面前请做一个祈祷者。主啊，求你来怜悯阮。兄弟姊妹，马太福音第6章讲，你一切所需要的上帝拢知影对无？你要食啥物？你要穿啥物？你要啉啥物？上帝拢知影。咱的上帝，天的上帝安怎？伊拢带领，伊嘛顾念，伊嘛咧供给，总是主讲你爱大心求上帝福甲上帝的义。咱毋通本末倒置。咱你求遐的上帝已经互咱啊。上帝讲你需要食啥物？你需要用啥物？我拢知影。而且我要互你。结果咱伫主的面前，拢一直求即款的问题，讲主啊，求你甲我开启我头前的路，互我的头会会当舒适，互我的身体会当健康，互我会当安全。主讲遮个我拢要互你。兄弟姊妹，咱诚做上帝的囝儿，咱的生命中间有90%是为着这个地球所有咱的集体。这是啥物？这就是一个人的自私无在了做工。所有的人是集中，然后伫这个中间做伙来向上帝，就要来成就。有90%是集体的，所以这个90%的集体的上帝的计划，咱若无伫这个中间来祈求的话，这个世界就会走错。我毋知你感觉这个世界是毋是伫这个特殊的内底？毋是嘛？敢毋是咧？伫初代教会就一直伫这个混乱的中间，伫初代教会就一直伫迄个淫乱甲变化的中间。到咱这个时代，有愈严重哦，我感觉有愈严重。毋若愈严重，迄个节奏、迄个步调佫愈紧。你抑佫无想好要安怎面对的是另外一步又佫来。这是这个世界所要规定的，总是伫天地上帝伊的心意是安怎？咱较输若拢伫迄10%，就是咱每一个人家己所需要的尔。我所拄着的艰苦，咱无代求。其实咱的艰苦，咱若互相代求的话，伫这个中间带来上帝伊的灵在来为着咱来代求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代求。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。义人的祈祷，义人的祈祷，这是啥物款的祈祷？就是看到上帝的心意的祈祷，就是知影讲这个人需要安怎祈祷。义人的祈祷就是心内带领讲，你毋着安怎彼此相听，毋是我听我家己，我需要的主啊，你拢互我，拢无办法。等到我会当无顾着我家己讲主啊。伊需要，伊艰苦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伊是我的属灵的厝内面的人，我拢相做一体。兄弟姊妹，若是即款的祈祷，就要带来90%的成就，然后你10%你所需要的，上帝伫迄个中间就拍开天顶的通落来。因为当咱会晓为着人来祈祷的时阵，迄个代求。最互咱真做期待，安尼知影吗？咱毋是坐伫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
因为西边讲，义人的根基若毁坏，还能做什么呢？义人的根基，若是你要去换去，咱搁会当做什么？啊，咱若自身咱是义人，结果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咱拢为家己啊，安尼叫做义人。我感觉今仔日这个讲课无好讲，总是当我就是我的心情已经平静，啊，我坐伫遐，我一直流目屎，因为我想到足侪兄弟姊妹的家庭，其实是有足侪讲袂出来的艰苦代志。迄个艰苦有当时是久久长长的，10多年、20年、30年、40年。你已经看这个艰苦安怎？已经看伊诚做理所当然啊！上帝无安尼感觉，我头拄仔一直咧想讲，信神求你，互我毋通讲袂出话来。我是安怎伫迄个时阵会流目屎？上帝咧流目屎。伊讲你毋通看遮个代志当作理所当然啊！像咱讲红粉生牛就拄着啊，毋是啊，伫上帝的眼中。无迄落拄着啊，无要安怎？伊上帝的眼中是讲，伫你无有恶情的事，兄弟姊妹，伫上帝无有恶情的事，咱需要有疼甲承担，有疼，互相的疼，愿意互相来担，互相来担，迄个担就袂较重。伫迄个中间用疼甲承担来祈祷，就互咱兄弟姊妹。迄个嘛，就诚做轻。过来，咱付出代价的祈祷，而且付出代价的祈祷，也是一个中国的祈祷，就是一个祭司的祈祷，就是一个祭坛的祈祷。咱拢知影，咱是万民皆祭司。但是安尼，我将做一个祭司，我将做一个中国的祈祷，一个对象的祈祷，就是亲像摩西的祈祷，讲主啊，求你来下面。求你来写个，若无，互我的名莫伫生命册顶面。兄弟姊妹，即款的祈祷是毋是亲像耶稣的祈祷？耶稣伫十字架顶讲：主啊，求你赦免人民遮的人，因为因做的因毋知影。因为因做的因毋知影，因做啥物？因犯罪，因做的互咱所徛起的这个所在安怎拍烂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所以叫做用好的祈祷，愿意来到面前讲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怜悯我，阮做阮家己毋知影，阮拍垃圾是阮啊，莫叫着因啊，只有耶稣会当讲因啊，因为耶稣是用无罪来代替有罪，总是咱是有罪人，咱就愿意当来到主的面前讲主啊，求你赦免阮。赦免阮伫即个土地，伫遐拜偶像，主啊，赦免阮伫遐一直说，绕境，毋若是安尼，佮对即个城市到迄个城市伫遐来建立，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赦免阮伫即个拜偶像的中间，阮的心拢一定无感家己啊，伫迄个中间来滚搭，兄弟姊妹，暗杀生命，付出代价。求主怜悯啊，怜悯啊！我的乡亲，我的土地，若无得到清气，主啊，我要安怎继续伫即个土地来活落去呢？主啊，求你来结清。若无，互阮的生命会当换来，互阮的后代会当伫上帝的旨意内底好。兄弟姊妹，咱敢会使做一款的祈祷？上帝的允嘛有人会当做一款的祈祷。最后来看上帝伊的宣告，上帝看到摩西安尼祈祷了后，上帝伊甲耶和华上帝甲摩西亲像面对面，亲像好朋友的讲话同款。伫迄个中间，耶和华上帝伊宣告讲：耶和华，伊是有怜悯的，对无？这就是出埃及记的34章。第60，伊遐讲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上帝，无快受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心。
伊着千万人以存主爱，赦免罪过、过失甲罪恶。弟兄们，当咱愿意亲像摩西来到主的面前，伊遐一切，伊遐用付出生命一款的代志的祈祷，伊遐用上帝伊的旨意，甲上帝面对面，伊遐咧心里咧祈祷的时，咱上帝讲，我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上帝，我也无快快生气，我有丰盛的慈爱甲诚实，要为着千万人来存慈爱，赦免罪过、过失甲罪恶。咱会当为着咱即个土地来祈祷，求主你赦免阮即个土地的罪恶，求主你赦免阮即个土地所有一切的过失。弟兄们，所有咱所拄着遮的一切的艰难困苦，有一部分是因为伫罪恶的中间所致死的。这个罪恶毋是单单你的罪恶，是这个地上所有一切的罪恶。这咱知影无？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。所以弟兄们，伫这个属灵的原则的顶面，咱爱知影，这个社会即摆，大家差不多拢有车祸的，大家差不多拢有咧食手票弄着，人就弄死。伫迄个中间，咱毋通甲人讲，哇，佫发生一个佫发生一个哪会讲要啉酒哪？我甲大家讲，迄所流的血。迄个官网伫地面上，伊就伫遐喊话。若是安尼，咱要安怎做？咱每一摆都来到主的面前，讲主啊，求你怜悯阮、赦免阮。咱毋是像一般的宗教信仰，讲去迄个所在安怎，去遐烧金，去遐拜拜，去遐牵魂。但是咱犹原爱做啊，咱毋是干那用一个旁观者，毋是用一个看电视，就发生这个社会哪会乱？我家己会当好就好，安尼我的囡仔较好咧，我后摆这囡仔爱注意安全嘛，毋通安怎，无啦，这是咱规个国家的代志。咱毋通甲人讲这个大问题做，大问题当中，上帝爱咱来到伊的面前。伫遐，伫迄个半厅的所在，来求叫伊，讲主啊，你是有怜悯、有慈悲、有疼痛的。主啊，求你来怜悯啊！阮厝内的人，弟兄们，咱的弟兄们的家庭，就侪人有报答当的，阮厝内的人，你会当咧祈祷无？迄是阮厝内的人，主啊，求你来怜悯，求你来怜悯，阮的姊妹。求你来怜悯阮的社会，求你来怜悯阮的社会即款的现象。主啊，求你来怜悯，阮需要你。弟兄们，台湾的基督徒有几个人？6%，8%是较乐观，的算法，总是伫咱中华观的8%。可能是1%，无够。若是安尼是落降的，我毋知，可能无够1%。总是上帝因为无够1%无听吗？伊讲需要一个，你肯请做一个吗？你肯请做一个吗？请做迄一个就好啊，徛伫看徛的所在。你只要徛伫遐讲主啊，因为你伫遐祈祷，你毋是瓦克你的搞，嘛毋是瓦克你外人祈祷。上代这个祈祷就是第一个祈祷，伊讲啥物？主啊，安怎？对无？兄弟姊妹，你会当体会到即款拄着艰难困苦的家庭，迄款的主啊救我的喊话的声哦，开始你的主啊救我，迄个我就是伊，喊做主啊救我，你想上帝要听吗？上帝对较要听。伫诗篇106篇，咱就拄仔所看的，
诗篇106篇到23节写，所以伊讲要白无因，若毋是有伊所敬的模式，当决定的时，徛伊的面前。第23节，第19节到22节，咱讲迄个时阵，以色列百姓，咱头后有看到，讲以色列百姓因用牛仔，用咧食草的牛仔上来代替上帝，所以拢袂记上帝因的心中所行一切的代志。结果第23节讲，若毋是有上帝所拣选的模式，徛伫迄个中间，咱的姊妹徛伫迄个中间，伊原文的意思是啥物？就是徛伫迄个挂徛的所在。伊看到迄个挂徛，看到规个信仰内底，以色列人的信仰有一个挂徛的所在，伊就徛伫遐，伫遐来祈祷。所以咱对头到尾来看，迄个咧真做大哥者，真做一个祈祷伫上帝面前，真做祈祷的人，伊有啥物款的特质？无带量家己，无带量家己。其实你看伊无带量家己，伊有死无？无啦。所以我感觉这个无带量家己的祈祷真正是真做一个大哥者所需要，就是主啊，我伫你的面前，求你来写给我。若无我袂活；若无你，我袂活。天顶地下，无别个名，互我通拯救，互我通挂靠，会当来去袂拯救。这个若拢无伫，规个这个世界若败坏，我哪会有当活呢？所以无带量家己，过来就是照上帝的心意，用智慧来去。主啊，你毋是怜悯的上帝，你讲你有怜悯有慈悲，你的怜悯慈悲到千千万万，你的受理来到一个不要紧，有主有带领，有带领你的慈悲怜悯来拯救我，这个拢是你的类型。过来就是坚守圣洁，爱有一个圣洁，是伫罪恶的中间。若是伫罪恶的中间，无材料徛条，绝对爱分别做成，分别做成，分别做成，咱歹倒会当我倒家己分别做成，你安怎分别做成？毋是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嘛？主耶稣求你怜悯我，兄弟姊妹，所以安尼对头到尾讲起来，祈祷有困难无？无困难，是你的心思意念来改变的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安尼来祈祷吗？你愿意互上帝的意思充满你吗？你愿意为着咱所看到这个需要来祈祷吗？有疼，爱有疼较承担嘛，毋是干那我顾好我家己啊。主啊，毋是干那我有这个需要，我做侪人嘛，做这个需要，这拢是阮的同胞啊，阮的乡亲啊。主啊，侪人伫病痛的中间，上帝你来怜悯，你来医治，付出代价，每一工伫主的面前，有一个大哥者，伊定定跪伫上帝面前咧祈祷讲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写咧我迄个大哥的人，伊到尾后，伊过生日的时阵有个人讲伊的骹骨是亲像啥物呢？伊的骹头骨啦，亲像骆驼共款啦，因为一直跪咧，所以伊的骹头骨就迄个生肉就较重啦。尾后，伊到尾后是因为心脏的问题，因为伊定定伫主的面前祈祷迄个心会洁净。总是我感觉伊是在做认真的这个大哥者，毋是好威尔另外一个大哥者伊一看定定伫主的面前，心里的面对面，大哥者的祈祷改变世界。包括我讲迄个豪威尔，伊嘛是一个大哥者，伊的祈祷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间。所以咱若无伫这个内面，伫遐咧来看咱拢毋知影。其实咱会过着来中间，因为大哥者伫遮来咱，兄弟姊妹，望咱照着这6点，无带领家己照上帝的意思来祈祷，有疼，有承担，愿意付出代价，愿意甲主面对面迄款的情谊，上帝在较要咱伊在较要互咱所活的这个所在，
为咱的国家这个中国，有阿妹吗？阿妹。啊，有嘛？这是咱每一个人的心内，你想一个在台岛的代志，包括咱的珠宝嘛，做一个台岛的代志，你想一个台岛的代志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三个来台岛。将你所想迄个代志，也是迄个人，带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由主来操练你，将做一个台岛者。主我原本是这样祈祷，总是信心，求主用宝贝出来土地，来为阮祈祷。主啊，阮原本是这样祈祷，阮为着家己已经足超过，总是主耶稣你讲，竟然着我陪伴伴的来到我的面前，你是要互阮这个安慰。主啊，阮就来到你的面前，将阮家己本身的伴伴放到这个安慰。总是主你也互我会当三角看到天父上帝你的心意。主耶稣你的祈祷，就是为着这个世情来祈祷。主啊，我有一个亲爱的，我有一个阮的同胞，我有一个伫阮这个国家内底所发生的代志。主啊，我到你的面前，求主你怜悯我，求主你赦免我。求主你的旨意会当去行伫这个中间，主啊，无搁互阮继续伫罪恶的内面，无搁互黑暗的款式搭伫阮的面前。主你为阮杀开所有黑暗的款式，互阮也立志要伫你的面前。主，阮要为着阮所徛起的这个土地，为着阮的生命，你所互阮的使命，我要勇敢徛在。徛伫迄个看徛的所在，主啊，我毋是干那为着咧祈祷人的病得到医好啦尔，我是咧祈祷人的生命得到医好，人的生命来转化，互即个土地诚侪认识上帝你的旨意的。主啊，求你来怜悯我，我原本是青的，有时阮青的搁带青的，主啊，求你来赦免我。我是罪恶的离开，一个不在，下面我主就是罪恶，我拜你的主，主耶稣来下面我的罪，我因为我和主耶稣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主啊，你的怜悯，你的恩惠，就要成为我一时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帮助，我的祈祷浩到天地。互阮的祈祷诚侪上帝你所欢喜的，互阮的祈祷诚侪慷慨的赞，互阮的祈祷我可信心诚侪无对着见效的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使用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诚做台岛的勇士，安尼伫你的面前，献上阮的祈祷，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